彼得前书第1章，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批予遐个分线伫本都、加列太、加帕多家、亚细亚、比崔尼寄居的，就是照爸上帝的先见受拣选，借着圣灵得到真圣洁，直到顺服耶稣基督，搁得到伊的血所受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会加互恁。愿颂赞归互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，伊要照家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对死来搁活，重生了咱，互咱有活泼的愿望，通得到袂为朽坏，袂为拍拉衫，袂为衰残，为恁存留伫天顶的基业。恁这个因为信得到上帝能力保守的人，的确会得到所有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为安尼，恁是大有喜乐的，总是现今伫百般的试炼中，暂时忧愁，互恁的信心既然受试炼，就比迄个互火试验犹原为歹的金，搁较显出宝贵，通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阵，得到懊恼、荣耀、尊贵。恁虽然无看见伊，却是听伊；现今虽然未得看见，却是因为信，就有讲袂出来，满有阳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到恁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论到这个救恩，迄个有先讲，恁要得到恩典的正先知，早已经详细的祈求考察，就是考察伫因心内基督的灵，有先证明基督受苦害，后来得到荣耀，是指着什么时阵，搁是怎样的时阵，因得到启示，知影因所传讲的一切的事，毋是为家己，就是为恁。迄个靠对天顶扯来的圣灵传福音互恁的人，现在将这个事报互恁，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个事，所以就约束恁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阵所带来互恁的恩。恁既然做顺命的囝儿，就毋通效法将前蒙昧无知的时阵，迄个放纵私欲的款式，迄个吊恁的既然是圣洁，恁伫一切所行的事上也着圣洁，因为圣经顶记讲，恁着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恁既然称迄个无偏袒人，照人行为审判人的主做爸，就着存敬畏的心，度恁伫世间寄居的日子，知影恁得赎，脱去恁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毋是凭着为歹的金银才会灭，就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亲像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的血。基督伫创世以前是有先受上帝知影的，却伫这个末世才为恁显现。恁也因着伊信迄个为互伊对死来搁活，搁互伊荣耀的神，叫恁的信心甲仰望拢在伫上帝。恁既然因为顺探真理，洁净家己的心，直到疼兄弟无虚假，就着对心内彼此切实相疼，
恁得到重生，毋是对话歹的种子，就是对着话话歹的种子，是借着上帝活泼相存的道。因为凡若有血气的，真多亲像草，伊的美容拢亲像草顶的花。草的确孤单，花的确谢，只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所传互恁的福音，就是这个道。